再来看半暝啊2:21哦，又搁发生规模6.1个地震，后来伫2:49分，搁有一个规模5.8个地震，震央是拢伫花莲。地震七报中心是指出讲，这拢是4月初3大地震的地震尾，甲921大地震比起来哦，阁算是正常。嘛表示讲，煞来半冬内底嘛有可能会阁发生规模6以上的地震尾。今日透早2:21分，佫出现规模6以上的地震尾。这地震毋但互民众徛街、扛的轿车、甲机车跌入一直海，也互真侪伫咧困的民众拢有精神。这地震的震央上款是聚集伫花莲，拢是403花莲地震的地震尾序列。花莲地区它其实是一个板块碰撞挤压比较强烈的地区。那再加上4月3号发生的规模7.2的一个有感地震，所以当地的一个构造算是相对比较不稳定，然后需要做一些应力调整的一个现象，属于在这个0403地震序列比较偏北的位置。这个应力调整则是这个像做跷跷板一样嘛，它还是整个那个断层带这边调整一下，调整差不多就换另外一个地方调整，这是很自然的。根据地震七报中心指出，4日7透早2:21分的地震。规模达到6.1，包含花莲、宜兰、南投甲新北拢是4级。虽然2:49分，佫发生规模5.8地震，花莲、宜兰甲南投以及台中上大的震度上款是4级。地震七报中心讲，对403地震的地震尾序列，加921地震来做比较，无伤大、无正常的情形。也佫煞来有机会出现规模6以上的地震尾。这地震尾至少要3个月到6个月了，才慢慢确立。921当年是释放了100颗的那个原子弹，那今年主震是比较小一点，7.2相当于32颗原子弹，所以应该是不会释放到100颗原子弹那么多了。4日7透早，最惨的地震尾，予全台湾包含双北遮的9个县市，国家级的警报一直弹。也若双北地区民众为安怎，更加有地震的感觉。专家认为讲，是因为地震发生时间拢伫透早，相对较安静，加上分地甲大楼效应的影响，才感觉真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